Hello，大家好，我是红哥啊。今天呢又来给大家送财富密码了，先赞后看，好运不断。香港的 Web3呢正式的结束了，但 Web3的叙事呢才刚刚开始。我们在整个香港看到了一种新不一样的文化，就是当政策下滑的时候，香港的这个民众的热情非常高呀，连出租车的司机啊都对 Web3呢产生了一种热情，并且在香港这个空间狭小的一个消费高的城市呢，他们对未来呢依然充满了希望和信心。这种热情呢，可能和我们所有人呢都是一样的。他们对于加密文化呢比较认可，认为 Web3呢会是下一个新的创新的机会。当然，这确实是一个新的机遇啊。那对于我们大多数的普通人而言呢，抓住机会呢，才能抓住风口上的猪尾巴啊。所以呢，红哥呢在2019年公司破产之后的和朋友聊天时，曾提到一个词叫做“饭道超车”。那如果我们想要在这个新的机遇来临时呢，我们想要抓住机会的，我们依然就是要犯道啊。那我们依然想要追求自己的梦想，那我们就要犯道超车才行。当前的Web2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天花板，从吃住行、衣食住行、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娱乐全部都已经网格化了。所以普通人想通过Web2的去捞金呢，多少有一些困难啊。无论钱花的有多么艰难呢，我认为充满信心才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去做的。那无论你现在是深陷债务危机呢，还是工作遇阻呢，都需要为自己树立一个信心。红哥的来的币圈从Web2的这个公司破产之后呀，进入到币圈，从200块钱呢，用自己的执着获得了自己在这个币圈的第一桶金了。所以呢，我认为不论你现在身处什么样的一个现状和环境呢，都不要放弃自己的追求和目标。这2天大家的热情呢又被煽动起来了，因为大家期待已久的这个4月的主网呢，终于快上线了，而且呢，开启了社区的预售。目前的库克印呢和 OK 的份额呢占有的量呢比较多一点，而 Bybit 的这个仅是这个白名单的份额呢可能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操作。当然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操作，可以私信红哥，或者今天晚上8点的话呢，红哥将会通过直播的方式在线指导你去操作。当然了，如果你参与了呢，没有中呢也没有关系啊，后期红哥呢也会提示你在什么样的阶段呢去上车。就是一直在关注红哥的宝子们呢都知道呀，红哥呢在香港大会以前呢，就是2月份的时候就提示让大家去关注 CFX，那时候呢还在底部呀，包括 IDPT 等等很多的这些财富密码都是在2月份的时候去让大家去上车的。如果跟上的话呢，这一波肯定够你吃上大半年了。另外就是最近的 币安将会下架这个 TRX，也就是波场币，还有这个 Spill 这2个代币。大家呢持有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风险了。另外呢，可以关注一下这个 VGX 这个代币的话呢如果说这家公司的话接下来没有任何的负面消息的话呢，那接下来可能就会利好了。那有利好可能会爆拉很有可能会爆拉，一根大阳线就上去了，所以说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还没关注红哥的呢可以加个关注，点个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